主席啊，喺而家嘅地緣政治下啦，其實國家嘅科技咧好受多個地區國家嘅朋友去追捧，咁好多當地嘅人咧都會嚟到香港或者我哋去到，佢會問我哋可唔可以點樣幫忙？我想即係請問局方，如果我哋香港有啲中介公司又好，或者係佢幫助內地嘅科技公司升級轉型，科技升級轉型可以將呢啲套一個香港嘅品牌賣去世界各地，咁佢哋係咪應該最適合用嘅funding係咪應該不分定咗其他嘅筆嘅基金呢？唔該。副局長。不分我哋嗰個原意咧，就係幫助企業去開拓市場、去推廣品牌、去做升級轉型。咁其實如果你話係幫助我哋個企業出海，或者幫助我哋本地嘅研發啊，或者科技產品或者服務，去帶到去世界各地嘅市場咧，其實我哋有好多工作係做緊嘅。咁當然 BUD 專項基金係會提供一個係一啲嘅展覽嘅贊助啊，或者推廣嘅贊助啦。咁另外喺唔同場合可能都同大家分享過，我哋咧係有個新嘅措施叫經貿一站通，我哋係會組織本地嘅中小企同埋初創企業，包括剛才議員所講嘅一啲科技企業啦，我哋係會去到世界各地，譬如一帶一路沿線嘅經濟體啊，去做一啲嘅推廣，安排啲嘅考察團嘅。我哋亦都會提供一啲嘅在地支援，包括一啲嘅商貿對接啊，包括一啲嘅當地嘅展覽啊、會議平台啊等等呢啲嘅在地支援。希望咧就係為我哋嘅中小企朋友，為我哋嘅初創企業啦，去對接一啲嘅實體嘅商機，為佢哋帶嚟一啲嘅實體嘅機會、實際嘅機會。咁所以呢方面啦，我哋會喺引進來走出去呢方面咧係做足工作嘅。多謝議員。